阳高车低调负责警告案，因讲发现伫遐破病有生吃药啊，并无歹意。获发现金1万块，为11月初5开放网络登记，拢总有5种方式，上紧11月10日都会领到钱。连到吹东北季风，北部东半部含山区落大水泡，爱到后礼拜2雨才会较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4公司台记台中岛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头起先来看台中低调验出非洲猪仔阳性，检护团饲猪的一对细蛋的病仔惊到案，先后请回。针对这通报引尘的问题，市府也讲一切拢照规定办理。那行政院长杜英泰有去前景应变所视察，讲会全力阻挡猪仔团开。行政院长杜英泰去台中非洲猪仔前景应变所时多，也替台中市长罗秀燕加油。杜英泰讲，防疫就是战役，希望用120点钟的黄金时间，做有效的防堵控制。区块围堵的策略跟这个计划是目前首先要做的。结论希望达到的就是阻绝疫情扩散。我们希望这个案件能够是个案，我们要全力的防堵全力的防堵它事态的扩大。最现敢若是非洲猪仔饲猪场，最早有几多只猪死亡。14台中市政府去了解，验过兽医认定暂时无符合典型非洲猪仔病症，所以无法度强制采检。尾猪死亡的数量愈来愈多，20市府甲兽医师搁再评估了，认定死亡情形是无正常，所以采样送检，2日验出敢若是感染。就咧讨论讲，是毋是有延误采检，检体送检是毋是有照规定？第一次的话，就是说我们也是用高标准，然后就把它当作是我们一般检体在寄送。第二次的话，当然我们就是说因为一个比较紧急，所以我们就是轻送这样。台中市东防署讲，检体伫咧20照规定2遍送检，2日确定结果了，就是启动防疫甲扑杀。一若扑杀了的拄的尸体用台，也互人质疑。农业局强调，一切拢是照规定。台中检方也主动邀请相关单位验伤，也分案调查。先后传讯证人陈姓猪农及其子厘清案情，并至本案养猪场进行勘验。2名证人经检察官讯后，均预知请回。非洲猪仔病毒是毋是因为国境的管控有漏空，才会自境外入来？抑有相关主管机关是毋是有延误通报？相关的责任也该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非洲猪仔代志吵甲一扑扑，总统赖清德嘛针对防疫提出说明。总统强调，只要伫咧病毒安置期10个月以内做好疫情调查和防疫，若无出现疫情，都会当较安心啊。如果15天之内，就是潜伏期期间没有再有其他的地方爆发的话，我想我们就可以稍微放心。但是后续的检讨工作以及各县市的防疫工作，务必是要持续加强，不可放松。那么境外管制方面呢，也持续要加强，避免呢境外的这个有病毒的猪肉制品再度进到国内来。未来敢会全面禁止用喷水饲猪？总统表示，较早伊做行政院长的时，捌招地方开会，大部分的县市拢无赞成禁止饲喷。若要全面禁止，这喷水处理就要规划好势。面对这个危机，总统是希望民众和政府同心，做伙防疫，把产业的冲击降到上低。台中5车低调可能逼出非洲猪仔，市府对查即间低调，伫咧10月13有28只猪为猪走爬去中南部、台中、彰化和嘉义，台中是23只上济。若中央也紧出面驳回，讲这非洲猪仔被喂人，唔免惊。台中传出好亲像非洲猪瘟的疫情，市场为少卖温体猪肉的打商停止营业。有猪肉通卖的打商是讲进前才进货，因为惊买无猪肉，各地拢有民众透早就去市场抢买。比例会更下降，我会替代鱼啊，然后鸡肉去替代它。你都无连续5天啊，无你就无办吃啊，你。马达讲猪仔禁运禁毒，只好同齐休几工啊。好亲像非洲猪瘟的这个养猪场，10月初10至20有117只猪仔无正常死亡，不过业者13，还有28只猪仔伫台安肉品市场卖出去，市政府已经知影卖去倒啊。那卖了23只，在这12处台中市的，那个人的话有。个人户有10处有19只，那公司
户的话有2处，有卖了4只，卖到彰化的有2处，有卖了4只。台中市卫生局表示，会追查台中市下手袂去倒位，嘛已经通知彰化甲嘉义县政府。它是进到我们县辖内某一家肉饼这个商行哈，那已经透过这个分工切割到各个这个摊贩里面呢去已经市售完。有2只在台中的大安屠宰，然后另外有2只是活的，其中有1只他后来觉得那1只不漂亮，所以退回去了。嘉义部分13已经卖完啊，彰化县原有部分卖出去，会持续追查上尾手伫倒。另外，台中市原有针对学校营养午餐，即摆开始禁用温体猪肉，出来的食物嘛禁止包倒转去。需要使用 CAS 冷冻猪肉的产品，并且自即日起禁止使用温体猪肉到11月30号。这28头经过层层把关，3重，从健康证明书，从屠前检查，从屠后检查。都是安全的，所以上市是无虞的。大文丁表示，这28只猪仔来源合法，要一关一关监控，非洲猪瘟未人畜共通，请国人唔免伤过烦恼。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道可能有问题猪仔是有3只要卖去彰化，饲猪场也运输过程病毒就脱开啊。嘛有农民是建议政府在饲猪场若主动通报异常，应该要有奖励措施，大家才会更加配合防疫。台中标处饲猪场验出非洲猪只阳性，这场饲猪场嘛有3只猪仔未来彰化。消息一出来，互彰化饲猪场真烦恼。到饲猪40多吨的农民表示，车猪运输的过程才有可能互病毒摊开，都惊疫情会搁再扩大。今日猪仔车，这场走去迄场，走去迄场，安就会扩散。车去我这样车10天啊，啊，搁去马品市场吞1礼拜啊。拢总无扩散出去，机会足少。我上烦恼是卖大发会扩散啦。彰化县府表示，第一时间接到通报，就针对饲猪场等相关场所进行管制消毒，加强饲猪场的生物安全防疫宣导。但是彰化县饲猪数量排全台湾第3，是饲猪的大县之一。要安怎避免非洲猪只摊开？有饲猪场建议政府主动通报异常的饲猪场，要有奖励机制。嘛有农民表示，即阵确实配合疫调上要紧。动防所这边就针对我们的肉品市场、我们的屠宰场，我们就马上消毒，然后包括我们那个运那个病死肢的车都马上消毒。基本上你只要整个来源，它的流向，只要这个剧组它有很诚实的说，一定要交代清楚，不要去有任何的隐匿的话，那基本上应该可以把它追查出来，应该都比较没有问题的。养猪户发现我家己猪有问题，自动通报，应该要有奖励，安尼大家自动通报，提早通报，非洲猪的扩散的几率就会比较少。彰化县府表示，县内已经启动即时通报加监测机制，嘛会监督饲猪场落实门禁管制、消毒等工作，加强猪肉产品的考查。县府嘛呼吁，若是饲猪场的猪仔有各样死亡，一定要随主动通报。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各县市拢加强非洲猪只预防措施，用猪肉做原料的新竹公园业者嘛唔敢靠势，加强源头的食材管理。因为即马是禁止用喷饲猪，所以新竹市环保局也拜托厂商提悬逐日喷水的处理量。猪肉经过机器哪搅哪糊，一粒一粒的贡丸就完成啊！佮用推啊大大拍，手工炼出来的贡丸。用猪肉做原料的新竹贡丸，业者讲拢是用冷冻猪肉做的。政府禁止台猪的这5天，袂去影响因生产，邀请原料厂商加强食材管理。不过这段时间也是烦恼，会影响贡丸的销量。因为我们做贡丸的业者都是使用冷冻猪肉在使用在制作，然后短期因为农委会公告说这5天禁运禁宰，对我们来讲是目前是没有什么影响性的。不过也是希望说尽快能够把这些事情给解决，才能够解除大家国人的疑虑。这样除了加强管理猪肉来源，新竹市伫处理油喷这部分，环保局也拜托厂商也甲原地1月日处理300吨油喷，伫禁止用喷饲猪的这段时间，提悬到450吨。机关血药那个团扇的部分，过去是由养猪户来去收集，那这边我们环保局就委外厂商来协助，所以会进到我目前的处理厂来。目前我们的设计处理量大概就是1个月300吨的部分的处理。那因为我们这是非洲猪瘟的状况，我们可能要加班，把量能提高，最高可能到
450吨。康不局指出，新北市目前1月日油喷的数量大约会产生800吨，扣掉厂商处理了后，剩的350吨会进行掩埋，也是送焚化炉烧掉。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大家尽量把饭菜食完，减少防疫期间的油喷问题。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破获现金1万块内啊，拢总有5种方式，为11月初5开放网络登记，会当选汇集口座，嘛会当选伫个 ATM 或者是邮局领现金，上紧11月10日就会当领到钱。啊，那领钱的期限是到明年的4月30。多元管道，把握领取时间。总统府23暗公告破获现金1万块，行政院是开记者会宣布领的办法。根据公告，领的对象包括国内现有户籍的国民，也有摕到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若无户籍的国民，也有摕到95外籍配偶，只要有居留许可证就会使领。也有驻外公务员，甲因有蓝国籍的惯属，也有明年4月30进前出世的囡仔。怎么领呢？我们这边比照112年的普发现金6000块钱哦，我们采取了5种方式。首先，第一种方式是登记入账。那这个大家一般民众哦，通通都可以在自己的家里的网页去上网官网登记。11月初5开放登记，上紧11月12立效。比照112年破获现金6000块，有登记立效 ，ATM 邮局现领直接立效，也有偏乡地区特殊族群注册发放5种无同方式。登记网站已经上线，11月初5到初9按照身份证买流数分流登记，11月初10了就无限定。开始登记的时间是11月5号。然后我们有5天的分流，在11月10号之后，任何尾数的号码、任何身份证字号、统一编号都可以在那时候来登记。这边16家金融机构，总共有8家公股行库，然后有7家民营银行，还有1家是中华邮政。古路花莲国福乡受灾情形，当地邮局将会伫咧拜六加班，方便民众登记领取。司法部也呼吁民众爱任命官方的网站，强调只敢这个站无其他的点。政府未主动发电子邮件或者是简讯通知民众登记或者是领钱，一定要提高警觉，唔通互人骗去。记者综合报道。破获现金1万块，为11月初5开始登记。行政院刘德英代表示，本现金有3大挑战，政府会加强宣导，尤其防止诈骗。是2350万的国人同胞，要透过5种领取方式，我们要确认整个个人的资料是正确无误的。那第二个，未来的7个月当中，也要让所有的全体国人或者绝大部分的国人能够领取完成之后，这个任务才算到最后真正的完成。第三个，更重要的是，希望人民跟政府一起来防堵所有诈骗集团的不法诈骗。唯有相信、确认政府的一个管道、一个合法的途径，就是10000.gov.tw 这个网站才是合法的管道。行政院昨暝公布破获现金详细时间和方式。行政院刘德英代表示，上惊出现诈骗，提醒民众就要斟酌克制。政府嘛会加强宣导，量早甲钱分予大家。让24张新台票的纸票特别换新的啊，高算换一张纸票成本是5块，若金额的部分会继续用旧的，未换新的。已经用24年的5张新台票要改版，中银行表示必要时适时升级防伪功能，要用更较先进安全防伪特点，而且参考国际之间的发展趋势，用更较宽版原物料。金额的数量侪改版效益无悬，即摆无直接改版。一张3.5增加到1.5的话，大概是增加40%左右啦。总共花多少钱？现在都还没办法评估嘛。200跟2000年，这个流通率这么低，你们还会想要考虑再印制？各国家的那个纸钞2的流通率都不高。对。不过，但是呢，2它是一个搭配啦。用行业照定书设定组成委员会，邀请生态科技体育等各领域专家，也来到公民参加记者。有平台关心这民党有时南方歌手小棒选手，后边是梅花鹿的500块，是不是该设计？杨庆良证是因为梅花鹿保育意义已经转变，会决定设计主题。如果说要换的话，那当然，对于过去的南王国小来说，当然会觉得非常的可惜，
可是这个是属于政策性的部分。受众业者表示，新台票的设计比世界各国较无变化，使用率较悬的100块，目前是国辅导上。即卖正价版本是民国61年发行的绿色100块，同款也是国辅导上，对该版真期待。收藏它钞票的面值以外，知道它国家的历史或建筑物或什么人物的话，如果我们也有一张这种钞票，让人家辨识度很高，然后又非常欣赏喜欢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荣耀。新台票改版历史为38年开始，迄时阵详细名也是国家是伫咧。为49年开始改版做还的，兼接历史的伫咧这张100块，因为头上周边有彩色图案，被叫做大花，享受受众家的欢迎。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光复连假头一天，不过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和山区雨是哪来哪粗。气象署预估这大水雨会落到后礼拜二才会较离。若是到平地，同款是乌阴乌阴，不过袂落雨。北部的雨愈落愈大，光复节3天连假头一天，东北季风真强。气象署也针对这方面，台北、嘉南、新北、基南发布大水雨特报。爱到拜六，东北季风才会落减弱，雨开较细，不过雨也是落袂停。那明天的话，下雨的量值跟今天相比有稍微减少。那在基隆北岸、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地区，明天的话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至于在桃竹苗跟花莲、台东地区，还有南部地区的话，大致上还是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气象署提醒，到礼拜东北季风会搁再增强，北部、华东和南部地区雨水也会变高。这款落大雨的天气，要到后礼拜2才会开始转好，到时剩山区的落雨，平地就会变做乌阴无雨的天气形态。到周2跟周3的话，水汽会更为的减少，所以周2、周3的话就剩下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大台北山区，还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山区有些零星的降雨。也那温度的方面，气象署提醒，霜降过后温度明显降温，早暗温差真大。未来一礼拜全台低温伫咧21度至23度之间，尤其是北部地区可能无到20度。另外，气象署嘛特别提醒，这几日台北、基南和花东山区，因为雨落几若天，土马含水量悬，拢有可能会有土石流的情形，爱民众唔通挖进山区。记者陈亚轩、曾俊佑台北报道。关心花莲马太安溪帮山湖的灾情，国土署和89号灾民开会讨论中继厝，也就是临时住所的计划。不过有灾民指出，真侪人徛家嘛受损真严重，煞无伫咧这89号名单内底。咱即马就连线互台记者郭碧君、林坤明来看现场情形。花莲马太安溪帮山湖灾情到达已经超过1个月，即马也开始讨论中继厝的问题。记者即马伫咧国土署的中继厝预定地之一，也就是大屯光复居宿舍。咱国土署是参89号中继厝要1年以上的同在户开说明会，讨论第一阶段中继厝的计划。但是咱是访问到无伫这89号名单内底，但是徛家同款受损严重甲无法度大，即马移亲的灾民，也有参加咱的说明会，咱来听伊的看法。很多人他们家里没办法住，可是他们没有地方住，他们还是睡在家里。他们虽然没有淹那么高，可是他们也不会说被淹的程度没有说很小，也是蛮严重的。他们有时候连家里的门啊、窗户啊、里面的格局啊都有被冲坏，已经属于完全不能居住的。那这样子的话，他们是不是也可以被编列在中居屋这个部分？目前官方统计89号同在户当中有40户有意愿住中继厝，但是张县市就指出，有真侪户也受损严重，需要中继厝，但是无列入名单，这个需要政府继续评估。因为中继厝预定地的部分，目前按算会征收大屯光复居宿舍，这只需要重新整项就会使住，会规划11户。因为大进国小东边的空地会用组合厝的方式规划30户。目前按算这41户的中继厝会伫12月开始陆续完成，会伫灾民中建家园完成之前，也是找到新的永居厝进前有一个暂时通住的所在。以上是公视台记者郭碧君、林坤明伫花莲国福乡的连线报道。
荷兰感谢别军，稍来关心政治消息。美国总统 Trump 确定要去韩国参加 APEC 时，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因为进前 Trump 也讲，这个会谈可能会讲到台湾。咱驻美代表处表示，会和美国保持沟通。美国白宫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30载起将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南韩举行川习会，这是川普第2任期第一遍甲习近平面对面会谈。拄好美中关系战，川普讲，反弹年将会是上优先讨论的问题。 We have some big issues like with the farmers and various other things, but the first question I'm going to be asking him about is fentanyl,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at the end of next week because I'll be meeting next week, as you know, along with. We're stopping in Malaysia, we're stopping in South Korea, we're stopping in Japan. I'm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actually in South Korea. 川普进前讲，会中应该讲到台湾的代志。外界认为，川普可能为着要甲中国达成贸易协定，甲台湾摕来做谈判的条件。咱驻美国代表处讲，会甲美国相关部门保持密切的沟通。咱代表有代理北讲，看袂出来台湾会互人摕来做交易。 Communications,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s very fluid, it's very close, it's very open. United States and the partners in the Indo-Pacific, we are doing what we can to prop up our self-defense capabilities. It's too much trouble for Xi Jinping to try to attack Taiwan by force. 有代理讲，咱国继续甲印太地区伙伴合作，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协助习近平侵台。 因那日本的新任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人，讲会维持以前的立場，繼續加強台日交流。台湾は我が国にとって基本的価値を共有し、緊密な経済関係と人的往來を有する極めて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あり、大切な友人であります。 外交部長林佳龍對此表示高度的肯定甲歡迎，強調會繼續推動台日關係的發展。記者綜合報道。 中國要辦台灣光復80周年紀念大會，邀請台灣政治人物。咱陸委會提醒，政府是禁止公職人員參加，千萬唔通去。陸委會嘛講一種原則，九二共識，一國兩制。中國這個口號，就是要甲台灣拆只落北，無統一。 台灣光復80周年特別教會，暗國對華州議會邀請台灣政黨人士統派組織去中國參加紀念活動，是要愛護台灣。陸委會表示，政府已經命令禁止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參加。他們所邀的這些人士，據我們知道，大概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老面孔。當然，這背後都有其政治目的。剛好那個館長也說，他要去參加這個光復80週年的活動，不知道副處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不覺得很重要好，謝謝。中國各大班之一也提並且說專家，大力宣傳所謂的光復活動，佮話聲歡迎台灣人去對華看賣。陸委會副主委劉文傑是表示，因為兩華制度差別，反倒當然若是陸委會想要佇微博開小戶，恐驚都無這麼簡單。我還蠻好奇的，就是說，臉書是不准進到中國大陸的但是。 中國大陸的官方機構卻可以運用臉書的平台來做對外宣傳，那對臉書來講，會不會覺得被佔便宜還是臉書的態度就是以德報怨？伊提醒，並且有書信功能，任何個人配合中央的現象工具，提供資料較正確，可能牽涉國安法、國家情報工作法甲刑法，相當會負7年以上有期徒刑。佢講習近平和國民黨新任黨主席鄧麗文的後電內底重點已經唔是九二共識，或者是反對態度，是要求國民黨新任主席要共同推進統一大業。那這個是我們非常注意的一點，那也是我們要提醒。 朝野各政黨的一點，對中共來說，是你要具體的有作為，在推進統一上面。陸委會表示，政府兩華政策立場一致，維持現狀，認為中央所謂的一中原則、九二共識甲一國兩制，實際是三位一體對台政策，主要目標佇消滅中華民國，併吞台灣，推進統一，絕對不是台灣的主流民意。記者綜合報道。 面對中國侵擾，台美也加強軍事合作。美國要公布上新的全球性指導方針，對防衛有伴會較緊提供技術。若這回是明確甲台灣列入去內底。另外，美國參議院外委會通過4項牽涉台灣的法案，其中也包括要簡化對台軍售案的歷史。
中共军事扩张引起印太区域局势不稳定。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在结束带来好消息，美国会公布新的全球性指导方针，加速对美国防卫友派技术撤出甲审批定书纳入台湾，有希望改善军事安全。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碧透露，代表台湾甲日本、澳洲等美国核心盟友有共款态度。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乐观其成。我们会等这个指引，如果有正式公布以后，我们再来进行相关的跟这些厂商来进行相关的这些合作生产也好，或技术授权也好。韩如碧表示，这摆会议美台聚焦台湾打造台湾之盾，伊认为应该比更较济，那甚至飞弹系统甲爱国者3型精挺型防空飞弹。有立委也关心面对中共飞弹威胁台湾之盾，是不是应加做抵御中共火箭军的解放？郭立雄强调，飞弹防护整合是台美共同的目标。是全方位的多层的哈，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整体飞弹防御系统。那反制远程火箭作战应用的策略跟系统结构，当然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建军的方向。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4项友台法案，包含核地法案，协助中国侵略台湾；美国台湾美洲友派加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核地法案会让台湾加北约盟友有同款的军事待遇，简化美国对台军事流程，更较紧摕到武器装备。不过，美国欠台湾军备超过6100亿，包含66台 F-16V， 原本明年全部会到，恐吓出现变数。驻美代表伊大雷表示，台美军事安全金额数字大大下降，美方协会 F-16V 赶进度。It's going to be a little challenging, let's put it that way. But they're doing what they can to try to speed up. Same with other weapon systems, but at the same time, we're talking about co-development, co-production, or even maybe technology transfer, so that. 这个新式武器到时阵什么人来负责操作呢？恐吓互国军伤脑筋。国军今年变现比78.6%，比目标80%较低。其中空军的防空飞弹士兵变现比仅41%，空防战力出现混淆、误会事件，变现比无够，除了影响战力，也会提高官兵操作的危险性。国立方回应透过调悬志愿役加级，加各项战斗加级，增加招募率。记者综合报道。美国 NBA 职业篮球联赛爆出跋筊拍假球的买贷，有超过30个人被逮捕，而且是有乌道的势力咧换盘底赌。球季才拄开始拍，就爆出买贷，这 NBA 已经甲涉案的球员和教练停职配合调查。面对记者提问无讲话，美国职业 NBA 拓荒者队总教练比拉普斯锁定了伫律师陪同行出发院。迈阿密烈火队后卫罗齐尔伫客场出赛进前，也伫奥兰多的饭店行列，因为涉及一件甲欧邦相关的非法博缴案。This is an illegal gambling operation and sports rigging operation that spanned the course of years. The FBI led a coordinated takedown across 11 states. To arrest over 30 individuals today responsible for this case, which is very much ongoing. 联邦调查局长亲自说明，有几啊名 NBA 现役甲退休球员涉嫌达到几啊年的非法博缴活动，其中名人堂球星比拉普斯以伊的名气吸引缴客算客一网，可利用电工透视动缴。烈火队后卫罗齐尔涉嫌协助锁定投注算的人操控比赛。2023年这场比赛，伊一个人就场9分外钟都受伤落场，方怀疑来控制伊的比赛数据。The non-public information included when specific players would be sitting out future games, or when they would pull themselves out early for purported injuries or illnesses. They relied on corrupt individuals, including Jones and Rozier. They also misused information obtained through long-standing friendships that they had with NBA players and coaches. 罗齐尔律师法庭指控强调，伊的当事人唔捌加受伤，也是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代志。学者指出，最近几年北比四大这个运动已经有几啊名球员因为博缴防处罚，这件案件也为拄啊开幕的新球季打上乌影。That ensnared in all of this sports betting are active athletes and to an extent coaches with their unique and inside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leveraged by bettors, some with ties to organized crime. That has all happened
And I guess my answer to you is I'm a little surprised we haven't seen this before. 两份起诉书下伫布兰克林、奥兰多甲波特兰等地继续侦审。司法部讲调查有关的扩大 NBA 发声明强调，比赛公信力至上，已经将2个人停职，佮全力配合调查。专家讲，所有的联盟恐惊爱强化内部规范，加强教育，特别是针对内部自行控管。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泰国缅甸边境的诈骗集团是真抢手。一周昨晚，缅甸的军方去朝 KK 园区发现应用马术器公司，也就是 SpaceX 的卫星通讯服务，前连咧做诈骗。目前 SpaceX 已经切断园区附近的服务啊。望去会当看到缅甸上大诈骗集团据点之一 KK 园区的建筑厝顶，有卖少好亲像成连卫星天线。缅甸军方20大规模围抄 KK 园区了后，释放2000多人，有不少人走去北平，有的人用行的，有的骑奥多摆，还有人坐伫货车顶逃走。除了释放互人拐去园区的人，缅甸军方阁没收30套成连网络终端设备，证明长期以来有人一直提出警告，表示成连技术互中国来犯罪集团伫咧乱用。尾啊 ，SpaceX 公司成连业务营运副总裁德雷尔伫社群平台 X 大文表示，缅甸好亲像诈骗园区附近，主动清测超过2500组成连装置，已经中断服务。外媒报道，泰国缅甸边境有30外个诈骗集团伫营运，拐骗全球各地来的人伫做诈骗活动。南韩国家情报院22就提出一份报告指出，柬埔寨差不多有20万个诈骗人员。估计有差不多1000至2000个韩国人，因为安尼卷入柬埔寨境内的诈骗，也加犯罪园区的活动。 최근 2년간 굉장히 급증해 온 상황입니다. 그래서 저희가 조치를 하는 그런 내용들이 그 속도를 사실 조금 못 따라가고 있는 부분이 있습니다. 하지만 저희 중요한 것은 이러한 조치들을 계속 함으로써 네. 今年就有一个南韩大学生伫柬埔寨去互犯罪集团虐待杀害，引起南韩人强烈抗议。为2023至2025年8月，差不多有550人互人拐骗、绑票去柬埔寨，其中450人已经救到回来，不过还佫有100人下落不明，互当局提出旅游警戒。 그리고 지금 그 여행 정보 제도 같은 경우에는 현재로는 지금 주요 스케이트보드 단지에서 여행이 유치가 되고 있고 이제 나머지 지역 그러니까 스노피나 시아누피 같은 경우가 지금 아직 특별 여행 경계 그리고 출국 경보라고 되어 있는데. 郭正义表示，柬埔寨全国差不多有50个诈团园区，部分园区佫设伫经济地区，也是由非政府武装团体控制区域，互柬国政府佫较歹处理。这个犯罪集团当年获利差不多125亿美金，也就是代票5800亿，相当是柬埔寨2023年国内生产总额一半。所以这原来是当地袂使疏忽的乌色经济体。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 英国国王去梵蒂冈国事访问，伫咧西斯廷教堂和教宗梁14世做伙祈祷。英国圣公会大主教嘛同齐主持仪式。这是自1534年英格兰国王和教廷拍拍关系以来，两个教会当500年唔捌看的场景。Good morning, welcome. Such a pleasure to meet you. 英国国王查理斯3世和王后卡米拉23透早来到梵蒂冈宗座大楼，和教宗做私人会谈。了后，我去圣座国务院和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会谈，讨论保护环境甲对抗散车等共同关心的议题。中昼，查理斯和教宗做伙伫西斯廷教堂，顶规以拉丁语甲英语进行的大公祈祷。 英国圣公会约克大主教瓜迪瑞尼马迪祭台头前共同主持仪式，赞美诗祈祷文，特别选用对双方有代表性意义的版本，来凸显融合的精神。这是1534年都督王朝第2任英格兰国王亨利8世，为着语言的问题和教廷分裂，自方式国教领袖了后，英国的君王头一届和教宗共同公开祈祷。 此时拄好是安德鲁王子的性丑闻风波再起，方式那臭头鬼啊咧，互外界认为这是咧转移焦点。 It's a difficult time, though, for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They are coping with the ongoing fallout of the Epstein sex scandal and Prince Andrew's ties to the convicted sex offender. It's also a difficult moment for the Anglican communion at large. It is threatened with schism over the appointment of the first ever woman as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查理斯当天国去上外圣保禄大殿接受皇家兄弟会会员的头衔。
阁有送伊的专属宝座，互伊和未来的英国君王使用。了后，阁伫咧大殿前的大厅接见英国大使，和伫咧教堂工作的英国人亲切交谈。另外，阁为一场纪念伊来拜访的甘树斋做纪念性的斋证仪式。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继续关心国内，若像爆出非洲猪瘟疫情，台中市府表示，五车即搭低调的喷水的记录拢正常，目前正咧评估敢要全面禁止用喷水饲猪。阿总统赖清德和宽扁国表示讲，目前咧全国清运喷水的方式会继续维持，避免病毒有机会传开。台中五座一间喷再利用饲猪场2日发生疑似非洲猪瘟，互人质疑是暗卡疫情。四大的独龙因后生讲，一开始用药控制有效，14先果转台中市动保处采检，验过尾啊死到117只，20就主动通报，并无暗卡。看我能控制降落来无啊？满那啥这逐工有啊。中央非洲猪瘟24的前景应变所记者会，台中市环保局讲，这个有问题的猪场因用喷的记录显示，都有照规定做过正正常。虽然高雄市因为非洲猪瘟已经宣布每工的喷将会由环保局统一回收，不过环境部讲全国喷的清运方式无改变，也是应对肥加生物无效处理。我们在5月、7月都有稽查记录，那它传到我们。环保单位有一个网站，就是蒸煮的温度，我看最近一次是94度左右。我们是以优先再利用，包括像作为这个堆肥或者是厌氧消化的一个能源化，或者是用黑水虻来做这一个另外一种生物的处理。若是毋是要禁止用喷饲猪？台中市讲，这嘛是照中央的法规，200只以上饲猪场会当用喷煮过了饲猪，以后会搁再做评估。总统赖清德是讲，中央地方应该做伙合作。那强禁止用喷饲猪，病毒可能会拖更较紧。现在中央在考虑，那台中市政府呢，我们也在这个评估跟研究。如果贸然禁用的话，厨余到处流窜，暴露在自然的环境下。病毒的流窜传播会更容易。若饲猪的大关训练关，即马伫第61线西边快速道路，也有关到153线出入道设消毒站。若是进入关内化水车，拢爱停车消毒，而且就要照规定的路线驶，全面防止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台中5车猪条验出非洲猪瘟阳性，这猪仔卖掉进前是有28只猪为猪槽拍卖出去，23只卖去台中拢卖完啊。不过有一寡肉品是卖去到高雄，加载还未流入市场。防疫人员对于大型货运的货车一直伫消毒，因为台中5车好像像非洲猪瘟的案场，有28只猪仔伫检验结果出来进前，都已经拍卖屠宰，其中有30件300公斤卖去高雄。第23下晡，互市政府伫转运站杀落来，肉全部销毁，货车嘛爱彻底消毒，进行货物清点以及相关的这个封存清销的工作，确认这一批货。是没有流入我们高雄市的市面。有部分肉卖入来新北，688公斤已经卖468公斤，其他卫生局要求停卖。若是5车案场的猪仔，主要是卖入台中市，卫生局有清查卖入来的23只，有13只卖予零售肉店，已经全部卖予散客。另外19间肉品代购商卖8只，嘛全部卖完啊。都连外县市买肉做半成品，回销登去台中市，嘛拢卖了啊。卖回台中市有4家卖过来的半成品了，目前我们查到也都全部都售完了。农业部讲，会当进入拍卖场屠宰的猪仔，拢有特位管控，无问题再放入来。所以就算准讲有去感染到的肉，嘛袂有食安的问题。按过全国禁毒、禁运、禁止饲喷5天的政策，才1天，过2天佫延长到15天。农业部是讲，这无冲突。5天跟15天其实是不冲突，是一连串的过程。我们依照实际的状况，我们依照我们实际找到的我们的整体的研判来决定要怎么做。农业部解释，15天是一边按作期，5天是观察期。这5天内爱赶紧清查全国除了这个案例场，是不是还佫有其他的所在原有病毒？若是疫调显示无扩散，就会评估禁令提早结束。
农业部早起嘛表示，到目前除了确认非洲猪瘟的核酸是阳性，目前是也无分离出病毒。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南投一个原住民族的园区今仔日开幕，却因为国内若像标出地这园区内底烘猪肉的餐厅目前是改行羊肉。若明仔载本地要办上千人烘肉活动，也会甲猪肉换掉。无法度烘大猪，只好改烘羊肉。南投县原治野园区巴布乐园拜五开幕，内底原住民餐厅是由一定摕着烘猪认证的师傅来经营，要互游客食到上传统的原住民烘猪料理。想袂到国内传出非洲猪这，开幕改烘羊，互大家感觉有淡薄可惜。未来在原民处这边，再给我们多一点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去上这个考全养或者是考俄语的课程，那让我们有更多的技能。可以烤鸡啊，可以烤羊啊。相对的，我们有一些流水的部分啊，菜类啊，猪肉部分可能这几天还会先略过，因为毕竟平常也蛮常吃猪肉的，那就换一种肉来吃，其实也不错。南投县政府表示，部落的烘猪师傅除了烘大猪，也会晓烘鸡、鸭、鱼这食材，而且拢是摕到烘猪认证的师傅，也经过原住民料理、板豆中破赛训练，面对猪这，因也是真有竞争力。我们的烤猪职人平常就有代烤的一个服务哈，其实我们在今年也有培训我们的烤猪职人，有第二个专长哈，就是我们元丰流水席中破塞的一个训练。未来因疫情或是相关的一个冲击的时候，我们的烤猪职人必须有更多的一个技能。南投县府也表示，拜六原本要伫园区办千人烘大猪活动，但是因为伫这事件影响，也会改做烘肉活动，改烘羊肉、鸡肉这食材。记者邢品仪南投报道。来看这加结婚上市了后，就真侪证据。这国建署咧一个月进前是规定讲，加结婚袂当用实体或者是图文电视。那最近呢，煞讲为着要互消费者有了解加结婚品牌甲介绍权益，所以改做下当电视。这政策向改变，也引起民团不满。美商的加热粉进前伫超商贩卖，因为粉的外包装无依法标示尼古丁的含量，去互人要求爱摕落来，引起关心。国建署长沈正芬进前要接受访问表示，加热粉的载具袂使实体图文电视。毋过国建署顶礼拜所发布行政解说函，以保障消费者知影粉的品牌介绍的理由，当然会当依法必要电视，互反粉团体批评是政策大动员。世界卫生组织强调，电子烟跟加热烟这些新型烟品是烟草公司让下一代年轻人继续抽烟的最主要的武器。我们很遗憾的，国民健康署配合修订，让他们可以上架展示。那当时基金会不满，批评加热粉都是予少年人食调的新款粉，都是无应该电视。家长团体嘛烦恼囡仔会因为真介意真水外观煞食调的。大辣辣的秀出来，哇，那个载具很漂亮，很美观。那你小朋友一进去超商一看到的时候，他马上觉得，这什么东西啊？是如何？他不把它当烟品，他把它当成好玩的玩具，他想办法要去把它什么买到。那他是不是就刻意的宣传？为了公共卫生并保护儿童少年，反粉团体认为，分害防治法明确规定，任何粉品、加热粉载具，拢袂使用任何形式做广告还是宣传，所以会持续向卫福部检举，要求政府爱处理，嘛强烈呼吁分享通路爱自律，莫阁挑战法律的底线。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外来种车皮道顶是真够摊，林保署统计，这全国到今是已经掠超过40万只，南部占上多。另外，这台东县今年到今也掠100多只，呼吁民众若发现，就要赶紧通报。台东县政府委托的外来种义务团队，伫台东市森林公园水沟啊草坡内面发现青道顶，上存了下巴水青，甲这只连尾流总共超过1公尺的港的青道顶掠起来。林保署统计，全国自1806年到即马，已经掠到40多万只，南部地区上多。因过专家担心，青道顶的族群会向北边传开。台东县今年到即马已经掠到100多只，虽然这边个发现到，因过研判因的族群数量，也个伫咧一旦控制范围内。经过那个生态团队他们的评估，目前是还没有
比如说很扩大的一个族群。官府也担心，伫咧野外可能也有青豆丁，只是无发现，因为因会食农作物造成农民的损失，所以民众若发现时阵就要赶紧通报，唔通家己掠，因为可能会互伊家受伤，上好交互专业的来处理。它不是那种肉食性很大的犬牙，但是是整排像锯子一样的牙齿。因为它是吃素的，它为了撕裂那个切断那个叶片纤维啊。官府讲，若民众不有登记饲青豆丁，爱家己加强管理，唔通随便甲伊放杀，避免因会族群团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中部一个农民4年前，甲伊种的槟榔拢错掉，改种300多丛的苦茶。伊佮结合嘉义大学甲农改场的经验，伫咧热天无靠草，保持土白水分，佮甲这苦茶泡在茶壳摕来做肥料，互产量加增倍。向来参访的校员小概无共方式种出来苦茶籽。嘉义县中部乡苦茶油产销班的农民区婉琪，甲槟榔园改种苦茶树，经过适当的改良甲友善的种植，产量是翻几啊倍。2022年那一年应该算是没产量，因为我接收过来以后，我就废槟榔嘛，槟榔废园，然后从第1年开始采收100公斤，去年300。今年应该最少有600公斤以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采了500多。你剪落去都差不多负担的拄好先会较厉，像咱果子啊嘛是要收过到尾伊会较厉，讲求伊品质，不讲求伊量。苦茶泡茶壳摕来做肥料，园仔内嘛无拖草，保持土白的水分。采收了后的苦茶树，搁用一台肥来照顾。这6.7分地的苦茶树园，为进前进槟榔1档3万的租金收入，即马变做有100万的产值。用叶片施肥的方式，所以我们就把易肥自己发酵，所以我们喷洒这些东西，对我们的人体都没有害处。一块营养液吼，还有一块有机的栽培吼，安尼看起来我感觉这成长嘛拢真好。嘉义县中部乡除了是国内苦茶油的产区之一，嘛是台湾主要的槟榔产区。区湾期为家己对健康的需求开始，用心栽培好的苦茶，佮研发多元的产品，希望为在地农业发展甲槟榔转型，找出一条新的出路。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高雄落地的邦寮国小是全国第1间台语实验小学，因为今年2月开始试验用台语教册，9月时正式正做台语小学。若目前大部分是台语、南华语的双语教学，嘛有请专业的台语老师来教册。你拄则有头啉无？你有缘到无？老师用台语教数学问题，大概2年的囡仔嘛用台语应。高雄路地的邦寮国小自今年2月开始试上用台语教册，9月份正式正做台语实验小学。目前除了国语、英语这2项语言课无用台语上课，其他亲像数学、社会、生活健康，甚至是体育课，拢会当听到老师囡仔在讲台语。所幸经过这半年的浸水式教学，台语拢愈讲愈好。台语课上好耍。为什么呀？因为有时阵考试了会当看影片。你平常时上介意做啥物呀？画图甲运动。做啥物款的运动？棒球。听家长讲吼，因即摆写数学的时阵，喙会豆豆细细念着1个、2个、3个、4个，就是会念出喙，念出声啊。家长就感觉真趣味呢，阮囝会当开始讲台语啊。邦寮国小正做全国头1间台语实验小学，无论是学界也是家长，拢有积极甲建议。校长讲，即摆观摩会毋是成果展现，是希望互外界了解学校实际做法。校长强调，老师用台语上课，若当着囡仔台语听毋捌的，嘛用华语搁解说，袂因为用台语上课就去影响囡仔学习。用台语来教数学，用台语来教社会，安尼是毋是影响到囡仔的成绩？其实吼，这点就是讲，嘛要请家长来放心啦吼。不管是用对一种语言来教学科，阮重视的就是学科的知识。即阵学校有3位台语专业师资来加入协同教学，帮助学科老师来备课教册。有老师讲，要学语言环境真重要。有囡仔对原本拢袂晓，即阵也使讲几句。像伊经过这半冬的教课，都可以家己搁甲台语搁扣倒转来。记者看下朱朝阳、高永昌报道。昨是24节气的霜降，有真侪和霜降有关系小干语。有人看是写汉字，煞拢读无。若是用台语来读，无的确，你都会当了解这是啥物意思啊？鼓励大家学台语、写台语来考台语证照。
拜四是24节气中的霜降，和霜降有关系的台语俗谚袂少。这3句俗谚的意思，第一句是一年补烫烫，不如补霜降，意思就是伫咧秋天转寒人的这个节气是上适合补身体的日子。霜降风台走去长，伫咧霜降过后，基本上就无风台啊。霜降出无济，空句雷，意思就是伫咧霜降即天，稻啊若是生无济，代表今年的收成就无好。有人也互即寡台语俗谚的意思考倒，是啥物意思？敢看有大概？啊？敢看有这字啥物意思？一年要补好补啦哈，啊，不如哈，意思拢歹补啦。毋过也有人真厉害，三题拢考伊袂倒。因为霜降寒，风台就无啊。啊，这个咧？一年补烫烫啊，可能寒来补较会顾着身体的款。正确。这个台语俗谚写台语正字，有人看有人无啥物熟悉。教育部也鼓励大家会当去考台湾台语认证。每年3月初7、初8就要考试啊！伫咧10月23已经开放报名。教育部也表示，明年的 ABC 种的考试卷拢要全面改做电脑考试。若是6岁以下的囡仔，还是65岁以上的长辈，并国无法度全程使用电脑操作，会当伫报名的时阵，申请特殊的服务。就会当安排介纸笔的测验方式。另外，教育部也讲，对明年115年开始，也会全面改做电子证书，呼吁民众会当来考看卖啊，看家己的台语程度。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国家影视厅中心为2008年开始做数位修复，高达17年啊。统计到去年是已经完成100多出影片的修复，和1000多顶影片的数位化。中心表示，这寡修复影片会当成做未来创作的参考，也希望透过修复和保存，通互民众明白影视遗产的重要性。小丑与天鹅，1985年朱延平导演的作品。这出电影是1985年拍的《小丑和天鹅》，是演员靠袂了的遗作，嘛是国家影视厅中心修复的片之一。中心到113年已经修复101部影片。董事长讲，有修复的台语片，有一出张帝和杨丽花主演的《张帝找阿珠》。另外，中心阁有完成7000多部影片的数位化，这寡修复的影片也通做未来创作的参考。那胶卷它拍摄的时候，它的保存有它的一个难度，因为它会酸化，那久而久之就变糊化了，变硬块了，所以这些必须要用跟时间赛跑，然后用这个数位化的方式啊，先把它数位化，那再来做一格一格的这样的修补啊，才能够保存。国家影视厅中心嘛鼓励民间甲文物馆出来，同齐来推动影音文化资产的典藏和修复。过来日期就是世界影音遗产日，中心伫咧23举办年度修复成果发表，其中捌演过《看海日记》女主角刘小芬，嘛甲过去得到的奖，也甲为演出的第一出电影《上海社会档案》的海报和相片等等捐予中心。伊讲由国家来保存，伊感觉真有意义。捐赠内部整个的剧照，还有剧照本2本。然后这个是用生命血肉之躯，真的跟那个整个角色去，真的是灵魂的打造，真的是很刻骨铭心，所以我觉得很珍贵。我不容许它有任何的腐化或者是氧化。中心表示，因有甲影音平台 Netflix 合作，希望这寡修复的作品通互更较侪人看到。也若今年世界影音遗产日的系列活动，中心说来也有规划放电影、看修复片、和讲座、市啊等等，希望互民众更较了解典藏保存和数位修复的重要性。记者陈心东、谢桂玲新北报道。天气报道赛，做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22度到25度，中部地区24度到30度，南部地区27度到31度，东部地区22度到28度。外岛地区21度到26度，各未来3日的天气。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中岛新闻，我是陈怡真，后礼拜一同这个时间，咱再会。